姐妹，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my hometown 夜炮、街炮、雞跑。接下來用幾分鐘嘅時間帶大家睇睇我哋生活嘅小鎮街炮鎮。關於街炮鎮名字嘅由來，目前有兩種說法。聽講係因為我哋街炮臨海，又以廉江市交界，古代建築炮台防海扣，故名街炮。嗰呢就係我哋個士林仔街啦。我哋鎮每逢147就召開嗰條街係最熱鬧噶。嗰條街已經有幾十年嘅歷史啦，見證咗幾代人嘅成長。細個嘅時候，你哋有冇跟過你阿公阿嫲撐過嗰條墟啊？嗰度就係我哋個十字路口啦。好多人講我哋街炮一直都冇有咩變化，我覺得嗰2年越變越好，對吧？街炮鎮係遂溪縣個知名革命路區，被譽為紅色港灣。1944年嘅老馬起義係南路革命嘅重要起點，揭開南路獨立自主武裝抗日新篇章。以前嘅二中依家變成咗大二小學。依家來到我老豬肉佬個母校街炮中學，如果時光可以倒流，我一定會好好讀書個。此時此刻我個內心非常之激動，非常之開心啦，因為我哋街炮呢即將迎來第1屆文化美食節。活動嘅時間呢就係大年初1個上午9點舉辦隆重嘅開幕儀式。活動嘅地址呢就係我身後個體育公園，到時候會有大型嘅表演節目，仲有好多好食嘅嘢，歡迎大家來了。年初1到年初7都有美食節，大家得閒就過嚟聊聊啊！體育公園往下走就係我哋街炮鎮個中生小學啦，嗰度又係豬肉佬個母校，曾經陪伴豬肉佬6年個時光。講得差唔多啦，撈我豬肉佬去買對聯過年，提前祝大家馬年大吉，馬上有錢，馬到成功。單身嘅老鐵，祝大家馬上脫單。